如此文藝夢幻嘅地方，就係廣州嘅最美校園——國立中山大學南校康樂園。充滿古樸氣息嘅中山大學南校區，而家已經重新對外開放。作為華南第一學府，佢以中山為名，校區喺廣州、珠海、深圳，而唔喺中山市。中大南校區位於海珠嘅珠江江畔，所在地亦稱為康樂園，係原嶺南大學嘅校園。1000幾年前，山水詩人康樂公謝靈運被貶到嶺南，由佢得名嘅康樂園就早早喺歷史深處埋下咗一份智慧嘅種子。沿住校園嘅中軸線自北往南，厚重嘅歷史感緩緩展開，好似夢回民國時期嘅嗰段激盪歲月。康樂園內有一批建於清末明初嘅古建築群，令成個校園充滿古色古香。明代乙丑進士牌坊係比整座校園仲要古老嘅遺傳。黑石屋建於1914年，建築中西合璧，古韻猶存。懷士堂建於1916年，係嶺南大學時期嘅一座基督教青年會館，又稱中山大學小禮堂，仲有中山大學嘅專屬博物館。綠意蔓延嘅大草坪中間，屹立住一座中山先生嘅銅像。1924年，孫中山先生將廣州地區多所高校整合創立國立廣東大學，與黃埔軍校並稱一文一武兩所學府，並親筆題寫十字校訓。中山先生逝世之後，國立廣東大學喺1926年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，以示紀念。校徽上嘅大鐘樓圓形，正係當時國立廣東大學舊校址嘅標誌建築，就係目前文明路嘅廣州魯迅紀念館所在地。中大康樂園校區毫無疑問係中大嘅根脈，亦都與廣州嘅城市發展緊密相連。